你听啊，邓小姐到此与我关，我特地先来送书信。这封书信何人写？那母亲的妹妹名德英，她不是陪人入去无中大意。此事我已早知情，那李生想把话逼他开工他不肯，故所以暗中写好书一封，他要我送与无罪便相信。你把书信来交与我，我替你托运那无罪品。这日我也想同你打风信，不知小姐肯不肯？你把书信交与我，我替你送与谁心神？我不是书信，是口信，心神来呀，我记在心。这封口信你要当心，不可失于那旁人听。趁我的口实你的心，你答应了去送了谁？